仔日是农历的9月重阳，是拜祖先的重要日子。今仔日嘛拄啊好是民间信仰的天赦日。民俗专家讲，天赦日会当祈求神明饶赦，也阁有来保灾库嘛真灵圣。讲这个9月重阳甲天赦日同一天，真稀罕哦。若错过今仔日，爱阁等36年。 民众虔诚拜拜，祈求指南宫的土地公保庇。今仔日是上班日，指南宫游玩香火正旺，人潮叉。今天求600都固定会来。对。专工早来求财，因为今仔日是旧历的9月初9重阳节，今年阁当着天赦日。民俗专家讲，两个重要的民间信仰赌枪，到庙里拜拜、求财、求事业，拢特别灵舍。 而且安尼卡合真难得，那超过今仔日，就爱过等38天。咱甲祖先拜好，咱再来拜咱土地公。真侪人落伫中阳这天祭祖，当着天赦日，嘛做伙求财求平安。也毋过因为今仔日爱上班，有一寡人袂当到庙里拜拜。云林北港的武德宫开放用网络主文替民众斗拜。用网络上大补的信众加阮补的。神明桌顶拢是拜拜要用的金纸甲素文，敢若网络主文要拜拜的都有220分。中阳甲天赦日一天，虽然是拜过爱上班，也毋过因为错过今仔日，都爱过等38天。未少民众也是把握机会求财求平安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